2萬真係2萬啦，就可以攞低大灣最 top 嘅樓盤。我哋今期就帶大家睇下先。嗱，喺大灣呢度咩叫豪宅呢？呢一度就係啦。咁豪宅標配係乜嘢啊？首先有山景，有河景，咁仲有需要嘅配套齊全啦。校區一定要齊全，仲有就係佢嘅山景係亞公頂，佢有獨立嘅山路可以上去上邊。香港朋友最中意行山啦，呢一度啱晒噶啦。咁我哋而家詳細嘅嘢，我帶大家去現場睇下。嗱，何謂之豪宅嘅標杆呢？首先睇嘅係入門啦，高標準嘅入門，指紋鎖，包括埋個到頂嘅鞋櫃，通通交晒俾你嘅。我入翻嚟呢裏邊啦，首先嚟到個廚房位置，廚房 L 型嘅設計，你話成套嘢全部配晒俾你噶，肉眼見嘅所有一切。嚟到一個西式嘅賭台位置，呢個位置佢係橫廳設計嘅，所以擺翻個西式賭台做個餐台係非常之 nice。1300尺嘅單位做到大橫廳設計，淨係個開間就6.6米，廳同露台嘅位置一樣同等闊度啊，6.6米嘅大露台，望出去係園林內部園林。佢新一期呢個設計呢係面向內部園林嘅，所以屬於園林嘅樓王。我哋而家入翻嚟個休息區部分睇下。OK， 我哋而家嚟到休息區部分啦。首先見嘅第一間房，佢而家係開放式嘅，後期你封翻個牆啊，裝翻個門就係一間房，你可以作為客房啊，或者書房都 OK 嘅。入翻去裏邊咧，仲有另外嘅3間房，包括埋公共洗手間、乾濕分離，全部幫你搞掂晒。呢一間房一樣面向小區嘅，佢裏邊嘅通風採光都係非常之 nice。呢間可以做個兒童房啦，佢個飄窗都非常之大。嚟到你主人房部分，套房設計仲可以有個位置俾你做翻個衣帽間。OK， 呢個床咧擺翻1.8米床、2米床都係絕對足夠晒。咁大嘅飄窗啊，兩公婆坐埋一齊傾下密偈，咁嘅生活特別是 nice 啦，係咪先？呢一套單位學校配套係一流噶啦，包括埋商業配套都係一流嘅。咁我哋嘅交通就非常之方便嘅喎，佢度10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惠陽站，翻到香港咧都係60分鐘到嘅路程。你話咁嘅生活係咪非常之 nice 啊？啱唔啱？啱嘅記得 follow 住我啦。最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